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伫车路顶骑电动厨房车，后壁搁载一个人，拄到巡逻的警察，甲因劝导煞闻到酒味。这个民众惊家己的酒测会超过标准，拒绝酒测，警方就按照道路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罚4800块。 警员伫路边看到一台汽车对向一台双载的电动厨房车骑过来，不过电动厨房车的驾驶姓阿查甫人，只看到警察，随跳落车，该用牵的过大路，因为电动厨房车袂当骑伫道路，警员随去劝导。我们不能在路上玩这个啊！也不过警员一挖紧就闻到姓阿查甫人身上有臭酒味。你知道骑车不能喝酒吗？ 姓阿查甫人后来也承认家己有啉酒，也毋过伊煞拒绝酒测，因为电动厨房车属于其他慢车，同款袂当酒驾，拒绝酒测直接开罚。电动滑板车等其他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，如酒后驾驶电动滑板车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，并当场禁止其驾驶。如拒绝酒测，可处新台币4800元罚款。要是出事情的话，都是 自己遭殃或别人遭殃啊，很危险，会撞到人，然后自己受伤的话，又会用那个公众资源去医疗，它也不好。大部分民众拢知影，包括脚踏车、电动厨房车等这类的慢车拢袂当酒驾。也毋过因为脚踏车也是一般的厨房车是以人力驱动，酒驾这个开罚并无触犯刑法。如果单纯能力的话是不会有刑法的问题啊，但是如果有 电力的话，那如果酒测值超标0.25以上，还是有刑法的问题。警方表示，因为电动厨房车属于电力交通工具，只要酒测达超标，会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，相关会当处3年有期徒刑，并扣30万以下的罚金，呼吁民众唔通有投机的心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